天顺条彩烟明，耳朵乃都将来相。应记生记呀，关渡大天窗。永不能够啦过。记生记呀，关渡大天窗。永不能够啦我上医水无忙哦。毋咧忝面就先去洗，来看电视。错呀，电脑记得变哦。来伫啦，毋先去洗门，也要处理。错安布啊，无水好，根本遐做了水，无看到天暗。生人啊，太累，就佢自家事情爱做。团圆饭讲唔准的事无要紧，而你两老嘅身体啊，是要顾好的哦，莫得个硬顶啊，遐做了水。来睇看电视啦，莫讲来睇电。爸，歹势啊，你操到无？唔会啦，来嘟嘟张声，也唔使听。今晚咯，有水嘛？用我安怎走进来哦？爸，如果食茶当饮出，就中意茶煲呢。做阮一阵人，出门做个歹食茶，唔少唔通。没啦，爸，结果吼忙出钱啊，这唔可以啊。做女嘞哦。一天洗茶，一天当洗茶做无？阿婆呐，不会忝无？就吃饭嘛。妈，唔会啦。菜呀，忙变多变上去吼，俺农不记少，一下就做得出来啊。有妈妈有准备你的最后是菜头饭。爸妈，我哋收购这个之前啊，已经是够的啦，唔会摇啦。唔会摇哦，莫是水分跟猪肚含菜汤好无？妈，唔是麻烦啦，我们真的吃得很饱，不会咬啦。唔好咬出唔识色，上尾水木，菜变都变小气。妈，唔是中啦。妈，天气这么冷哦，我洗浴水嘛，最好来接你就好。唔是，六四茶酒呢，人家清甜，实在上两当一水木，疲劳枕头啊，我准备好嘞，你啊，我来输酒好嘞。妈，冇关系啦，让同阿基叔做好的啊。挨手好啦，挨来做手好，上去。妈，上去，两挨就来输水好嘞。你的话连四茶四按酒酒呢，冬天呢，去水木，挨来就好。好啦，今晚做对水好冇？上。
我安了。这地方的限电衰哦，嘿啊，全部2、3日也唔伫咧讲嘛该，讲到天光。好罕见的风气落的。啊，本日就小解一下啦，反正无卡人无嘛该事。事情一太大，侬无嘛个事喏，今比太年初一，我拜八公咩？当年记得赌戏啊，今年从中记唔得了喏。还好啊，你这个还嫌弃啊？吼。爸，哎，阿文哦，给他这个水母。难得水木哦。妈跟我说来这拜拜，所以我就过来啦。哇，今天人好多哎。嘿啊，今边太年初一，太甲女来老伯公伯婆讲新年快乐，顺便求平安。哎呀，水果唔拿迄个杀鹅的一个目标。乜个杀鹅啊？就是那个石头啊，给到他们都杀鹅。哦，就那个石头。嘿啦嘿啦。好。恭喜哦！太假哦！爸，那水果我摆好了。哦，我们为什么要拜石头啊？有没有咁样求平安啊？我是真的第一次看到人拜石头哎。我记得，我哋客家人一天去拜杀鹅。来上本。谢谢。好。那我们要从哪边开始拜？你难多，你都听得来。伯公伯婆，我迄带地方开茶铺店合作，去听个隔壁个迄个太神球，其手上个每个强弱，今日我同我的神球，诚心诚意来希望伯公伯婆帮俺南顺的，假使迄顺软的花，我们要真欢喜。今年要请伯公伯婆保佑我哋全家人平安健康，新年嘅事业顺利，安一世。爸，你刚刚跟伯公伯婆讲那么久，按抖音哎，伯公伯婆怎么听得到你跟他们说什么啊？只要有诚心，经得住当然谈得到啊。爸，那你刚刚跟伯公伯婆祈求的事情，他们有答应你的吗？嗯。阿正啊！哎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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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！哎，恭喜师姐，毛主席还行了了啊！
生意会做店也没有开呢。哎你们错的都是你了解来，俺不会穿钱，本来就就好啦。用的来，不用的用那对你懂还没弄。哎呀，错了，你妈个买没？哦，错，咱来请班金杜把头。搬给。嘿嘿嘿嘿哈。阿强哥，有几个套啊？有第一片。这个多。咱来请班金，喂，日金好啦。你们买很多，20多万元吼。红的是多，红腰片哦。哎呦，你挨好些，你挨个司机好些。啊，你哈是心态流，我买做唔得啦。买木的，人家张底是真给的好纸。哎，无法度，2年头啊，学生人啊，就用前程欠地嘅，做到事啊，都還唔切。弄会烦得起，免着当来叫人直接报答。你啊，超難了。2年頭啊，我妄想來學，自家有手有腳還會做，就愛來投手了。好彩我冇囤书囤脚，你唔照顾。咁就互相恭喜下了。不是啦，新年快乐祝贺。哎，幾多錢啊？算你吧。按住先，恭喜恭喜。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。恭喜嫂，新年恭喜！恭喜参选啊！阿总爸，俺叫冇分到，因为约翰过了。来双边诶，不阿总爸，老阿总爸没事啊。唔天份系咪啊？我冇同爸爸讲。唔係啦，阿總爸，你喺外吼，去買皮皮誒，買咗來嘅餅嘅啦。哎呦，我看你貴婦個都喺糖誒，還能唔花錢去買下掉咯？你又無強用呢？你喺單車哦，去買碳水哦，都要嘅哦，就舒服啲咩？同有人嘅點做哦。安快些好，去人家買下掉。來，請坐。來啦，而家嗰間哦，冬權咯。如果時候，嚟出順便買啦。阿總爸，你都唔知哦，明白哦，只有4年強用呢，同後生2家搞餅哦。5年前啊，初一這個夢啊，我決定買咗來哦。也把事他很後面哦，中國安怪，有人要同爸爸媽媽相問摸嘅。明白哦，真唔係用上呢，一直講吼，用摸嘅最了錢呢，做埋也係平嘅。等阿爸唔來是會見，來出去出國係人用，行天妹開始猜，我也加出一隻喝，叫我帶西龍鎮，不靠就親像多加班上。就係有咩阿總爸，以後攞嚟爸爸講一下，唔可以到晏就講用摸嘅，冇乜雞用啦。也推斷人生，你下套研究所咧。時間過到很急咯，係妹希望觀察創事嘅吧，也咩差唔多同安泰，唔係記得記喎。阿總爸，太細哦，但叫以前嘅事情，你冇乜嘅印象呢。巴黑啦，啲時間你都辦事，4年係冇辦法記出來。難辦事，4年頭啊，要把人行下嘅老人家講條街嘅事情。阿總爸，冇關係啦。下班後有時因為老爺在講以前嘅事哦，係對老爺講哦，迄個老咧哦，早晚用公東啦，佢就表示哦，唔對啊，都老咧啦。係啊，我哋都老咧，也差唔多係你後生年嘅田下咧。係啊，呀哈，我唔掉老人家嚟享受，我係掉後生人嚟存錢，好見唔掉啊。你爸爸是在當後面啊，因為你阿妹老爸爸媽媽想問我嘅。阿總爸，你唔樣懂好啊？老本哥，老阿明哥，我贊你都做條架呢，唔是你炒飯。阿總爸，時間也差唔多咯，來做飲食組咯。好，那我先上去吃飯。好。約翰上來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幫你執紅包啦。唔是啦，總爸，我都冇幫你，唔得講啊。可以啦，公爺。
你。啊嘿，等下，我们带到同个做戏冇？是啊，怎么办？萝卜卡多，还有董头桶的呢。啊你好，我先拿过来拿啦，啊，唔使客气哦。好。Hey, what's this? How do you play the game? 哎，好像是在格子里面拖一拖。我小时候有玩过哎。为什么？对呀。哎， Look，哦，这一条条东西好奇怪，可以吃吗？So disgusting。 it looks fun. Yoga, how much? 啊？唔講白嘅조가 지금 떼기 도체. ，10元。 7元，10块钱。I see, I see. 哎，番薯糖。哦 ，excellent. It tastes good. 我爷爷奶奶。都在聽講啦，叽叽喳喳，冇去嘗試。阿公，来拿来沙士桶。顧新年做乜個冇本先生不走？有啊，新三夫。係啊，先生夫，當江嘅先生夫。等一下，阿公留沙士糖拿本。哦， OK 咯，来给阿爸等下去了酱哎。好，阿公拿本。有请到来给沙士桶哦。有，阿公想做變成來搭嘅。哎，走啦，别吵到老人家了。莫殺佢嘅頭，叫條連花都講唔清楚。再等一下，阿公拿一樣東西俾你帶走。你三年都该稀稀疏疏讲嘛该呀，好示范嘞。好啦，阿公先去吃飯，你們先坐吃飯。下組長過來，阿公他拿本，好冇？给数字谜。好，給數字。我不用摸衣服嘛。唔是啦，就站人出後。來，大家吃飯。阿本，按最近工廠做到樣啊？你賺錢冇？你去年燉貨吼，行行出錢啊！阿姨呀，你吼，迄正土鸡哦，问这个鸡子酱哦，很好吃哦。妈，这都是得哈，不要怕肥，怀孕生孩子才会有力气。哦，媽，咱含大孫媽嘅姜啦，因為最近吼工廠吼行到無限啦。唔做工廠同阿佢供生意呢，有乜嘅關係咯？生意你供出來，交本也未帶，佢明日睇不卡，時間當多，冇乜嘅事情做。爸，再講啦。乜嘅再講，我也冇像阿基也喺度寫咧，再等就變成老家嘛。唔做人家嘅阿哥。而本老太作用的，冇兩兄弟都一下，還叫唔出半粒卵。沒有什麼啦，爸，最近睇無限地位啦，你當冇事情去咩啦？樣嘅，唔做工廠同阿佢供生意，你有乜嘅關係？好嘞啦，
太过年，讲法讲到干太想做嘛咯？爸，是丢的菜。爸，其实是这样的啦，最近工厂出了一点问题。又有嘛个问题？直接跟爸讲。有些人问题啦。多大有嘛个问题唔讲啊？你若按太想讲法，你就问阿文吼，慢慢的讲阮用伊喏。爸，其实是我们工厂有2、3批塑胶粒子都被退货了。对付，用乜人用咯？加工厂说粒子的比例不对。黑啦。爸，很多加工厂的钱都没有收回来，那我们开出去给原料商的票子，银行的钱根本不够兑现。差几多？差不多500万啦。500万，我看那有很多钱。阿文，唔打算用处理。爸，那项吼是老人家付的，做抵押啦，通用贷款，准时赔钱。阿文啊，你是一牙工传下来嘅祖翁呢，你赔的是重点唔对？哎，对啦，过完年后吼，我们实同钱买起啦。妈，阿文说的对啦，等过完年要把事情解决，就会把钱还掉，不会赔掉房子的啦。阿忠，你看喏，阿文啊，我给你听书，你始终唔得叫点点会插见呢。阿文，亚件珠宝最后也是成本的问题，亚落台没有一半。这件事情，我等到大家睇不卡，张来讲啦。错啦，你下过年吼，莫讲那点事情啦。阿文啊，你放心啦，你爸爸不会听书你啦。你好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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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来哈。说嘛没啦。爸，你看点就好啦。你会不会黑困？看下天是好的啦。不是不是，你骗呀妈妈，要变挨了，你骗。爸，你骗啦，看就好呀。我平常已经习惯了，哦，你骗妈妈，爸。
家，我去北蕉人者。好。你会吃吼？阿公分你的。韩国听哦，卡辛苦。是这样。你在福高本，还有让它反水泡，一个女生节。没关系啦，让红包送哪里？还有反水泡，我留在自家说，你个本人厝啊，自家的，你给人自家。啊，就算这样，你又想一点，所以老公啊，每年每度呢个阿公哥，是这样，没关系。哦。俺今日老公公啦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快乐。大家，我讲你北蕉啊。爸，你来呀！有嘛个事情？来呀！让我嘛事情？爸，那是不公年啦。唔是啦，唔是啦。爸，数下来啦。唔是啦，你做头如果用到很多钱。爸，无一度啊，你学好来啦，你什么意思吗？真是唔是啦。爸，你不收下，我们会心里过意不去的啦，你就收下，你学回来呀哈。错啦。哦，阿毛啊，都数红包，也钱唔留得。爸，你学回来啦，爸。我同娘妈妈欠了唔的钱，过年红包拿到20多会出好嘞。哎呦，连迄娘来了新求的心意，你就数下了。阿文啊，也还请入好。我又冇讲伊不好。我知啊，阿文佢冇钱哦，还包红包本来你两弄呢，实在讲迄个动人心呢。反正啊，呢个东西喊摆含了留俾生年呢。好啦好啦，莫讲遐条事情啦，我迄人落尾重点，谈语言学伫个位。遐条钱唔留等自家用，我定一个心意出好。爸，这没一度咩？是意思听听啦。是啦。嘿呀，爸，这钱哦，你学回来啦。娘没输的就好。爸，你学好来呀哈。好啦好啦。阿文啊，冇关系啦，你两三个心意吼，我两路啊数到来啦。哎呀，弟啊，头先企喺睇足拍用做嘅聲唔會咯。嚇？用咩啊？用就係的。有冇帶着？啊？紅包呢？有拿去冇？吹過嘅聲唔會。用會唔難咯。俺真的哦，我刚买搓开酱的。爸，最近生意好冇？冇像以前咁好啦。隔壁開一間便利店，還有生意全部做對隔壁去嘅。過年前，阿找個學倒賣店，伊講要輸迄個吧，而主本人做咖啡湯，你咖啡無索索又安撫，你用要煮得出去？爸，人家冇說嘅啊，佢唔想佢同人店面，水來煮出去好嘅啊。你用可以做出去咯，佢店嘅迄員工留下來本案嚟嘅，就算冇賺錢，我沒有繼續做落去。
个便利店还没有入去过，就领着好生意甘愿去买，东西贵啊都要死。爸也实在无穷样的啊！有人讲迄防骗唔对嘛？讲看，个店买的东西咁很有认识。就唔係台北專來認識，唔啲望安尼假邊人搶用摕需要嘅東西。再個講，若點嘅輸起來，迄唔係對唔起安尼，太甲強下人叫甲別連殺。你兩字啦，做乜嘅臉太過年，喊啲個人㗎？媽，我兩個冇對想吵。落來人係看下做下嘅天賦啦，你做乜好點點唔好錯啦？爸，阿媽聽水下會。唔曉撞啦，捱到較夾，唔同佢撞下啲。妹妹，你買乜雞啊？我買沙士糖。沙士糖啊？你入邊冇沙士糖呢，妹妹，買批得好冇？冇，我沙士糖。妹妹，我唔比阿叔較厲害呢，人哋咬卡吼，沙士糖喺邊我入邊啊？驚我！迄件係癌症嚟嘅。妹妹，妹妹，你說沒搞？你說沒搞？你說沒搞？真係聰明哈！是這樣子沙，來。好，沙士糖嘅阿叔搶色嚟啦，唔是搶，你還是配得買個糖。阿叔哦，還可以搶色咯。我沙士糖。喊你沙士糖哦，按到沙士糖嘅啊，是巧克力嘛？還有一種好水紅色咧，還有可以包裝咧，就可以當紅色咯。小哥，買鹽咯，小哥。對呀。哎，你睇過？買乜嘢？買乜嘢？松樹鹽。松樹係。松樹兩種嘅，黃嘅，黃嘅。黃嘅。嘿嘿嘿嘿。咁幾多錢呢？我冇買過咧。哦，太木市用，啲咩下定40元係嘛？哎呦，台北內用嘅你。是。其實啊。你是誰啊？你是誰？啲些事情做得很難。爸，有冇看用藥搞病咯？後日喺隔壁阿夫白天夜摸咧，佢送過來。佢講哋學校附近買真嚟吧咧。好是冇？佢個真有名咧。佢是在當遊戲冇，叫人拿東西過來。我還記得迄佢同nhà路去通人，也係太雜咧。唔知啦，啲按叫嘅事情咧，你好。我哋嘅上個用誒，我都唔記得了。唔突然用啦，特別真嚟，因為隔壁連鎖行啊，有條街路嘅人教哦，睇下邊帶係2-3台，按你嘅緣分，求都求唔來嘅。
譬如讲伊摕读硕士，硕士要当难考无？比太好吼，还较难考。安尼看起来，阿父爸几十末当要读书，毋伫伢老妹迄无高神的吧，迄面留伊穷养。毋过记得伢妹妹之前咩亲好读书的样啊？以为事情嘞，但唔记得嘞啦，无印象嘞，无印象。我想，伢老妹迄万才的吧，一定可以读到硕士，无一天还可以读到博士。爸，佢老妹只高神爱唔叫诶，而家讲嘢有嘛用咯？佢虽然高神来救，佢还係人哋不卡人啦。爸，我冇讲老妹咩人不卡人，我只讲佢係高希嘅事，你是上人叫，叫唔會進來啊？阿文啊，伢老太叫點咗來啊？阿田講吼，今兩點買到下晝3點，應該會到卡嘅。阿基，咱拿兩副文塊，老太叫你食飯。哦，好。那我來，爸，哦，按介紹，你旁拍哦。那我來就好了，你先坐休息。見白來咯，阿弟要忙轉咯，轉嚟讓關係啦。再等落去又要搶錯邊樣嘅，我都8點鐘要食。媽，冇要緊啊，一片是一片地咩？是。你有跟爸媽講今晚上的事情了嗎？等阿斌回來說啦。有嘛個事情，我等老太真嚟講講。爸，聽我厝邊啊，阿基吼，我算高雄唔會介意啦。阿強識查，所以我想啊，看唔到嘅吼，我同阿基就下高雄啲嘅啦。草案不按啱讓轉來，根本就係這，當像打工轉嚟水模呀。媽，唔係啦。看下天發。喂，哦，阿斌啊，哦，安勇啊，你下同爸講哦，爸，我睇天發。喂，爸唔係講今邊要轉嚟過年。好啦好啦好啦。阿弟講啊，佢譬如續證吼，做宜蘭會介意，從台北要喺全南，然後上中北考過年，上司吼來醫，撈一太甜啦。媽，你喺乜嘅？呀，迄阿美利亞今年啊，偷偷的掉下來嘅，無簽到啦，而拿去，唔過啲的咯，冇半廿八啲哦。媽，唔是啦，你時間留點用啦，你時間有想辦法啦。哎呦，拿去啦，反正啊，挨過生日後，你有錢啊，如咩係你老太街，你就先拿去咯，廿八雞片啊，挨來老佢講超好咧。你阿弟哦，你阿爸人是親眼見哦，冇老佢講假幾遍吼，是唔會痛啊。放心啦，你係假來哦，佢啊，一定會留你聽書嘅啦。媽，唔是啦，做爸吼同屋嘅，簽時來做啲阿別花，按樣全做拉嘅啊。哎呦，愛弟，你阿條錢對你來講吼，係唔拉用嘅，唔過啊。我看人嘅情況啊，根本就冇錢咧，哪麼嘅食飯咯？
韩国台北嘅屋嘅贷款，瑞哪位来呢？掠到钱啊，你就先拿去。当做啊，迄老安尼先加嘅，到时啊，再还爱就好嘞咩？妈，歹势啦，本10万多，我上网打帮存钱，等下有钱的时候，我实同1000万本啦。其实啦，俺老爷爸没地，你老老太啊，真认真地做头路。不过啊，伫个台北啦，我老人竞争啊，是真辛苦。弟，你就去做，不过记得咯，头路爱做啊，饭就没事咯。阿文啊，还要记得咯，伢不娘啊。是冇睇呢，你都嘅模样模样，冇汗出出。夫人家嘅身體啊，是唔必定到那咩人安好哦。阿弟啦，弟就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。伢爸老嗌啊，老嘅時節啦，還要忙你來照顧俺兩老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阿弟啦。哎呀，你咩準備假呢？細細啲準備。妈，我先去準備了。既然唔做一陣，嘢都係蠻高度啊。帶點路紅雪。妈，俺是谁？妈，俺是谁啦？爸，这贷款的事情吼，但是这是唔难的吧？啊，去给我想辦法。nhà lô thái hành mạng chuẩn rồi, nếu còn kinh nói chuyện, ngài công cô rồi là, ở等两兄弟穷阿台不卡时间，再来谈这件事情。妈，叫你先行了。妈，爸，张来了。我生意。谢谢。俺不头啊，视察生意的，我慢慢的事的嘛。妈，你放心啦，你早点休息哦。不要拿着。唔是啦，爸，唔是啦。拿等，不卡没用到，那没用到。爸。好嚟啦，開唔到嚟啦。帶到神當咩好伴我嘅事。上張嘅廟度做法會，你唔係將去拜過咩？太過年，我帶到每個石頭去本嘅事，冇乜關係咯。還有，我受到紅白本嘅用，記得提醒，天公爺，我買到幾兩4年嘅衫，我受本我去做，新年4年嘅做先生。點想上山看妹呢？過去10年，讓我來，已經唔進步，已經過去做一陣，我嚟問妹，聽講初二可能進來平安的夢。你神經病哦！你妹初二還要轉不卡？妹，你聽到冇？我進步過，妹，我進步過。
我咧买伎俩生意的sản婦。你不神經哦，做我買生意的產婦呢？唔好管咱倒啦，點下裝好就好。我買sản婦哈，係啦，嘿，我買本寫下來，有寫下冇做啊？寫啊冇哦，啊，吉他寫下冇誒？當槍有安過，嘿，槍哈，安尼哦，啊，當冇，安尼我等下存那個製作款的冇，冇愛講胖哦，買的哦，有種的動他種，安尼好，嘿，好冇？好啦。嘿嘿，安些。哎，小妹妹，你都要睇下邊？我你講，隔壁有當道當將嘅新產婦，我帶你買新產婦好嗎？冇，我阿爸買本愛sản婦凍醬，啊，唔係新產婦，唔會買嘅哦。我愛沙士糖，唔係要當道30糖嘅。我行愛。安尼哦，安尼好，我哋做人當道唔好嘅30糖，好冇？行嗰個隊，冇停到。